Hello，又係我。今次帶大家嚟到錦兔山眾寶居睇一間建築面積1400尺嘅3房1套單位。而家即刻帶大家去參觀下。首先一入嚟就係一個開放式嘅廚房設計，隔離仲有一個小小嘅工人房。行入少少就係一個超巨型嘅客飯廳，非常之闊落。位置係招呼親朋戚友嚟燒下嘢食。左方位置就係睡房啦，過去睇下先。呢間都非常之闊落，空間感十足，可以隨意擺放自己嘅家具。呢間係地下單位，但係你都完全唔覺得佢凹。最後帶大家睇埋主人房，先入嚟就係一個衣帽間位置，再入就係主人套房，空間超闊落，而且仲可以由主人房出返花園位置。今次介紹到呢度，如果有興趣嘅就聯絡我啦。